继续就你来。这支影片无开盈利广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国家电影甲视听文化中心，甲咱台湾的艺术家创作者，多谢努力。嘿哟，大家好，我是台南妹仔。哎哟，咱即马现代的少年人可能真歹想象讲，咱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伫因少年的时阵，流行的电影会是啥物款的风格，搁有题材呢？伫1956年1月初4迄天啊，第一出35毫米的电影。四兵贵甲王宝钏伫台北的戏院播出放送，隆重演出24天，伊的票房有30几万台票呢，真正迄个时阵造成大轰动，嘛为迄阵开始台语电影行入伊的大流行时代哦。听讲迄个时阵首演是伫台北的中央戏院，现场的观众是安尼客，连迄玻璃都客甲破去，安尼就知影迄人真正有够。对无？毋只伫50年代到70年代这段时间内底正做台湾的台语电影上青的年代啦，迄产量拢总超过1000外出，那甲迄阵台湾社会的风景甲记录落来，嘛会当看到咱台湾人生活的历史，搁有这思想的潮流哦。进前啊，因为我较早的 Podcast 节目《心肝放互送》内底有一集就是甲国家电影中心因来合作，阮就有看像讲危险的青春还有丈夫的秘密啊，5月13伤心夜，38新娘戆囝赛，咱即马可能会感觉讲，迄以前的电影应该足无聊的，毋过我看了线颠倒，感觉讲，原来迄阵的台湾人已经行到这头前话啊，真正是好看甲会惊到呢会真好嫌讲迄阵啊遐流行的台语电影是安怎雄就拢全部无去啊咧。为着要来了解这个代志，本集宝宝台要 call out 一位来宾，伊是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博士生，嘛有做过国家电影中心的研究员哦，是研究台语电影历史的这本《不甘愿的电影史》。曾经台湾有个好莱坞的这个作者苏弟兄老师，弟兄你好。哎呦，你好！你好，我今日有一寡台语电影的问题，想要甲你请教。咱拢知影，伫50年代迄阵啊，台语电影开始大流行，是安怎会开始这个大流行呢？其实我感觉讲台语片的流行是真自然的代志哦，就讲任何一种传播的技术，伊咧出现的时阵，想要用家己的语言去发声，讲家己故事的人，就一定拢有嘛。较特别问题应该是讲，是安怎台语片这晚才出现哦？世界上其实伊的这有声的电影，其实为1927年就已经出现啦。甲咱同款，从日本殖民的这韩国，伊嘛第30年代就韩国片啊。台湾人算讲运气较歹啊，迄当阵这战争就爆发啊，就讲迄当阵皇民化运动伊就开始咧盛行。第一部咱台湾人会当拍的有声电影，虽然讲伊是拍这台语歌去改编的这《望春风》，伫皇民化时期伊就用日本话去发音啦。迄当阵这台湾人伊嘛想要用台语去看电影啊，迄当阵的替代方式就是有辨识。看外国的电影，但是这辨识用台语甲讲出来，讲出来，代替着咱无法度看到，也是听到这母语电影的情形安尼。迄个时阵，其实大家已经开始会晓拍电影的技术啦。嘿，台湾人嘛会晓啊。当然。所以台湾是一直到战争了后，才开始有台语片。对，战争是1945年结束了嘛。但是讲台湾人就较衰着。讲咱一个殖民者走了后，换来是另外一个殖民者。国民党政府伊虽然讲伊迄当阵伊的国家能力无遐强啦，就讲无遐强会当去管制着咱台湾人要讲啥物语言安尼。但是伊嘛是无欢迎讲咱咧拍台语电影安尼。伊迄当阵是安怎限制？就是讲拍片上重要的基础就是片，就底片。对。迄当阵即个底片，因为咱无即个家己做底片的技术安尼啦。底片其实甲台湾真有关系，就讲底片过去的原料赛璐珞真重的原料是樟脑，大家就知影讲日本时代台湾就盛产樟脑安尼。你当讲是日本时代是台湾的樟脑撑起了这个全世界的电影工业这样子。原来是安尼。那无在台湾人在开垦这些樟树樟脑的话，美国好莱坞迄当阵可能无法度去拍电影安尼。但是虽然讲台湾有这个樟脑这个原料，但是同时面的时期咱就无互鼓励去发展这种去做底片的这技术，底片就拢要进口。进口你就要开美金甲人买嘛。
啊，迄当阵这美金就互管制，就讲国民党伊讲伊即马要反攻大陆啊，要战争啊，所以讲迄当阵东西的进出口啊，人可不可以出国啊，还是美金迄当阵伊就讲还要拿来买军备啊，是粮食啊，像电影这种物件就甲化妆品共款，伊就感觉讲这是奢侈品啦，所以他就是科很高的关税啊，无互你进口。啊，后来台湾人是安怎会当拍第一片，就讲台湾人伊家己找到机会，伊就看到讲迄当阵像国民党政府伊家己的制片厂迄中影，伊咧拍真侪这政宣电影，啊，毋过就了钱，因为台湾人就无爱看这政宣电影啊，所以伊就了钱就毋敢拍。啊，中影家己的底片就放咧仓库快过期安尼，啊，台湾人就讲遐贵的肉无要紧啊，敢会使甲这底片卖互我拍片安尼，啊是讲这台湾人就看到迄当阵国民党为着要甲共产党的人抢即个香港的人才，鼓励讲香港人啊，你甲台湾人合作，啊是你来台湾拍片，底片我就互你较优待的介绍安尼。啊，台湾人迄当阵就可能讲假装伊是香港公司，啊是就写批互香港公司讲啊，这是邵氏委托我拍的拿刀记，用这种方式去买到伊过去会买袂到的这个底片，过去用订掉的这个底片解决了后，底片真自然就穿起来安尼。哦，透过咱去甲香港人来合作。嘿，吼啊，互政府会当过关，互咱会当来翕安尼就对。若是无安尼，这种上空上胖的机会，台湾人迄当阵就算讲你有钱，你嘛买无，因为伊就无要互你用新台票换美金啊去买这，算讲是奢侈品安尼。啊，了解。总想要知影，讲迄个时阵开始穿起来的阵，这个电影的内容，差不多拢是咧翕啥物款的题材，敢会当请你介绍几个无共风格的导演？一个产业若是有咧健康发展哩，一定讲是有蔡明亮嘛，有诸葛亮啦，就讲啥物题材拢有啦。迄当阵上基本盘的就是歌戏，除了歌戏、古装的电影以外，这实装的现代剧嘛有真济啊，就文艺片啊、爱情啊、喜剧啊，取材的来源嘛有台湾人家己写的小说啊，也是为歌剧改编啊，也是历史的故事啊，像迄当阵拍这9·8年事件啊、雾社事件，竟然有人拍过。嘿，咱60年前的这个魏德胜啊，郭基明导演，30年代的时阵，伊就经历过雾社事件。迄当阵伊就看到现在原住民风一卡车一卡车载下来，伊就想要甲台湾人讲这个故事，但是伊就无钱。一开始就是先甲公路社的陈丁山合作拍这个歌戏电影，签起来了后，大家知影讲哦，第一片有发展啊，伊是一个会晓拍片的导演。啊，迄当阵伊才成立一个华星制片厂。啊，就拍在60年前的赛德克巴来着，或者青山碧血安尼。哦，哇哦！迄当阵伊直接伫雾社拍，啊，就请雾社的原住民，伊的物件拢是真写实的安尼。我有看过一个导演叫做新奇，嘿，你有对伊的电影有啥物研究？其实新奇这个导演，伊的片就甲伊名共款，就讲真新奇啊！伊就是会开时间去研究要安怎拍一款更较趣味的电影。就迄当阵，咱台湾头一部这科幻片嘛是伊拍的，叫做《乡民情人》。伊就是一个科学家啊，喝药以后会变狼人安尼。啊，迄当阵伊就家己实验这技术，就讲拍了以后，然后在同样位置倒过来5秒，然后再拍，用这种特别伪装的技术去拍这些科幻电影。哇，像这侦探片啊，地狱新娘嘛有啊，还是像喜剧电影，伊迄当阵拍这300新娘公竞赛，啊内底就是性别关系完全颠倒变安尼，男生很害羞啊，然后在家里就一块小鸟查某会来甲伊拍安尼。小梅啊，嘿，小梅啊，伊咧主动介绍就讲因爸母早死，身世自由啊，还是讲伊3年前死，让即马独身，真无共款的一个故事安尼。哦，所以其实迄个时阵的台湾人无咱想的遮尔保守呢，因嘛是做做侪做创新的代志啊。嘿，咱过去拢会感觉讲战后的时阵，敢若温良恭俭让啊，就台湾人感觉真保守安尼。对。你若看歌仔戏电影，大家拢知影，迄是女生反串小生嘛，所以内底就有查某甲查某相亲嘛，也是安怎的这镜头安尼。伊当中去食甲千金，有一场戏就是讲这小姐喙焦要啉茶，先生就摕水互伊安尼，伊就手甲这杯啊推开，啊就比先生的喙，啊搁比家己喙，什么意思？就爱先生用喙甲吃就对啦。OK。伊就讲食到你的喙烂，甜搁芳，
吞落去心头真轻松。哇，安尼听起来以前的片啊，真正足值得咱即摆来看的咧。嘿啊，就是打破你对遮的刻板印象安尼。对，迄个时阵呢，台语片产量是足大的，甚至有的导演伊是有家己去制片场，敢是？对，像这英哥的林团秋，因爸甲好亚，以英哥做大爆矿坑的，后来伊就去日本留学，看到这日本的制片厂规模，伊就去看，真介意遮的电影甲戏剧安尼。再然后伊就家己成立这裕丰影业湖山制片厂，甲即马咱看到这韩国的偶像公司赶快就招募练习生，迄当中就几千人下批去，也要笔试啊、体检啊、演技训练安尼，就捧红了台湾非常多的明星，像迄当阵咧拍错乱的这张美瑶。有就爱强的人拢无去啊，咱都毋是要做生意的，来遮学的人，你看120个，训练120个，无甲一个去啊。人讲地表艺术啊，实在我嘛毋知影地几艺术，总是咱人都甲咱点到啊，就好心的呢点到啊，好啊，咱台湾人大家用手来甲摸即摆好嘛有发，因为日本时代日本人也无咧台湾摄电影，甲现在转来祖国啊，香港也要来刺激无咧摄电影，咱这样子就较好啊，所以好好来甲保护。玉峰就是玉山之峰啊！大家知影讲，玉山伫日本时代叫做新高山啦。对台湾人来讲，有一座比我们的殖民者任何一座山都要高的新高山，就加公营安尼啦。玉峰就伊特别的地位安尼，伊是 GIOKHONG 玉峰啊。哦，伊是用台语来写。嘿，因为迄当阵伊就讲伊拍片就是要拍互遐听无华语的人看的，所以讲伊迄当阵就是有这个理想啊，拍较精致的台语电影安尼。像伊头一部片是讽刺喜剧。阿三哥出马，伊咧讲一个道士，伊爱国奖券中头奖，互人拱出来选市议员安尼。讽刺迄当阵台湾拄咧开始地方选举的时阵，有真侪选举乱象啊、买票啊安怎，后来就受到国民党政府甲刁难安尼。哦，所以迄个时阵其实拍电影，做势咧写即马发生的代志，毋过嘛是政府会来甲你查了对啊。对，因为迄当阵就有这新za制度啊。台语电影的发展是起起落落对无？好的时阵有时阵10天就爱拍一出戏，敢会当分享一下这过程是安怎？上兴盛到落尾的消息去，我研究就是把这分做2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就是讲电影为黑白转向彩色的时阵，彩色电影就是讲这粒粒镜啊、灯光啊、彩色底片这设备甲器材就较贵。国民党政府就甲管制啊，就讲鼓励大家拢拍彩色的国语电影，无互你拍这彩色的台语电影。伊就面对着一个彩色的天棚安尼，没办法突破，就敢若会当拍黑白片。当阵就伫咧北投，大家凑在一起啦。就温泉旅馆就是台语片的制片厂安尼，这是台语片上红的时阵。第二阶段就是讲，全世界电影拢已经彩色化了后，黑白底片就停产，也是讲就较歹进口，所以你就无地通拍。台语片的这个导演也是这个演员，伊后来就去拍电视。所以其实这是规个连续的历史呢。像咱为迄个时阵开始到尾啊，我会记你几千出的电影，毋过即马剩200外出是有留落来，其他的遮啥雄雄全部拢无去啊。过去因为无这种保存的观念嘛，迄当阵的底片拢摕去放映放到坏掉。即摆会当找到是有真侪原本冲印厂的这个正本啊，特别是为香港的冲印厂摕转来。台片其实上红的时阵，算讲是50年代比较早期的这电影，咱煞找无安尼，这是咱即摆这保存的一个困境啦。不过即马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伊嘛是去世界去找第一片安尼，前几年去美国找到这美国在服务华侨的这幸运，伊就找到这林福地导演伊拍这彩色电影《夕阳西下》跟《琉球之恋》，去年有修复啊重新放映彩色的台语片。伊讲迄当阵是算讲双声道啦，就是讲伊拍彩色国语片，不过伊另外配音配一个台语版的这样子。你若看到就感觉讲真感动啦，就讲伊真正是会当拍出这种有艺术的这种电影安尼。安尼听起来其实介可惜，就是因为迄个时阵的底片拢摕去放啊，拢放甲歹歹去，有足侪可能是足经典的一寡片啊，怎真正即马拢看无啊。对啊。安尼我想要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讲你研究这个台语的电影，到即马对你来讲，你感觉上大的意义是啥物？我嘛是伫咧我大学4年20几岁的时阵，我才头
一遍看到台语电影《王国六国游台湾》，看到时阵你就感觉讲这很亲切啦，很像小时候甲阿嬷看《天天开心》安尼。啊，不过你搁真青春，啊是安怎咱会唔知？这种空白就好啊，想要研究这历史安尼。过去咱嘛有刻板印象，就感觉讲台语片是因为伊家己足粗俗的，甲制片规模较大的国语片比起来，就咱不如人，所以才会消失去。即马知影这段过去是安怎甲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有关系了后，你就知影讲台湾人伊面对着这种困境，伊嘛无怨叹，伊嘛是伫咧限制了后去创造伊的自由安尼。这个艺术的自由其实是互我上感动的所在，就讲开不垮的国语片，因为伊当中有国家的税金啊，他也会动员这个国防部的军队去帮你拍片等等。你有资源的时候，你怎么拍片其实还好，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你在限制底下的时候，你要怎么胸膛去发挥你这个限制下的创意。就像讲日本嘛有导演甲台湾第一片合作的时阵，去学到这个物件，原来会当用这省钱的方式去拍出这有创意的电影。我现在找合作唔甘愿的电影师，这唔甘愿就是为家来的，去看到因这输人不输阵的这种精神，帮他们平反啦。继续介绍给大家这种从平凡老百姓、从大众视角出发的这种台湾史安尼。我感觉咱即马现代即马的台湾青年，其实嘛是会面对这种代志，像讲做台语，其实嘛是同款，就是一直想要甲迄种刻板印象甲变过去，就是咱台湾的家己的文化真正无比人较歹，啊，毋过咱一直受到足侪挑战，所以咱爱用咱家己的方式，搁较有创意的方式来创造新的物件呢。足感谢你会当介绍遮尔济甲台语电影有关系知识甲历史，啊，互我嘛知影足侪新的观念安尼。多谢你，感谢大家。多谢志恒吼，志恒老师嘛真多谢国家电影甲视听文化中心，因吼其实嘛拢足拍拼咧修复遮的台语电影的底片哦。希望未来吼，若是搁有办一寡影展啊甲活动，大家拢会当做伙去支持去看。伫遮我嘛想要鼓励咱大家多多去了解吼咱台湾的文化，你会发现这块土地互咱的永远比咱想的较济哦。你若是有介意这集的节目，欢迎你点赞、分享，有订我的频道，还佫有用来传互你的朋友，好无？顺续吼 follow 我的 IG， 啊，若是要抖内视野卡的超级感谢，就会当甲我支持哦。多谢努力，安尼咱就后集再会，拜拜，Party。